哦，送出去。过来呢，这只拍开。哦，昨看到陈新芬甲即个柯文明吼，因对即个，迄是车厢内底走出来了吼。但伊即个柯文明叫陈新芬讲紧卖。就是卖含伊做伙吼，紧走吼，因为伊本身只去用追踪。哦，咱继续看吼，讲，我拄只后只养父夜倒吼，一个警察叫出声，嘣吼，真无彩，顶头剩杨玲书的声。陈新芬走也袂远，落去车。车厢下底全是亲像生山甲臭料险难做伙的废草，弹茶的气味也透烂伫内底。新芬片甲头型目暗，强要反白，强要平白还是反白？伊是要反白吼，反复吼。强要平白啦，应该是他强要平白。来查一下啦 ，PENG PAK， 毋是 PNGI 第二条，今仔日大理大书店来速度遮慢。哦，足慢的啦，签足久的。好，教育部来 ，PNG 平白。OK， 果然是读平白啦吼，伊是读写反复迄反而读平啦吼，平白。强要平白吼，汉语我都袂晓读吼，强要平白。听见警察顺对这边吼，身份拍伫喙石仔顶咧禁气吼，毋敢出声，心脏噗噗跳，强要为胸坎丢出来。警察紧早慢会甲伊掠去。这个想法，互新芬骹手准袂停吼。什么想法？就是警察紧早慢会甲伊掠去吼。骹手准袂停，毋是惊吓，是伊心内怨切叹吼。是安怎家己会拄着即款代志？是安怎分零？吼，心肝掠瘫痪，等警察搁顺队包围，身份连面摒势白五头前去杀迄支落伫月台较倒的落伫月台骹的刀枪，枪柄凭身份所想的较粗暴。甜伫手里呢，要摸画着顶一个人的手温，甲因拼生死。身份毋捌有即款想法，有刺策的时，身份袂去想即款代志。伊的手互喙石仔磨甲正空，什么意思？磨甲正空还是成空？胸坎还咧废置吼，头壳内底起小影，伊要看庆子伫杨玲书的脑后裂开，身份要转去温泉室，打翻头，后骹煞互人大力抽转去，就惊伊骹大力弄一个。那会弄，
骹是大力站，咱会弄一个，而且即个龙吼，即个飞龙在天的龙吼，啊边仔一个骹二边，足二边啦，足啦吼，这是读龙啦。叫两管。哦，安尼哦。哇，3年我看即本拜托你带咱读好啦，我即寡字我拢袂晓读。我查者吼，教育部即个汉字。看是毋是我开讲时写的这个？我查者吼，读做量啦吼，读做量。乱读、滚读吼，挣扎摆脱吼。跃起用脚踢开叫做量吼，例如起高龄毋是，歹势，迄毋是例如。滚量就是翻滚挣扎，量胚就是踢被子吼。我自细汉我拢讲踢被啦，我袂讲量被啦吼，袂讲量被。OK， 量即个囡仔学着吼。读到倒啊？哦，伊骹用扭条嘛吼，大力扭转去吼，所以伊骹大力亮一个，倒穿眉目上准，手目随互人长起来，这是读长吼。我咧读2-3句就一字袂晓。哦，读长，沙无长，迄个长。长。手目随互人长起来吼。即边啦，身份规个人，互拖对后边去。黑暗中听见迄个人搁念一声，甲倒穿唱歌。无称志，你是要大啥物？吼！昨伫大学区情报站见着迄个细粒子的查某囡仔吼，就是迄个啦吼。伊悠然穿迄双马靴吼，一身躯乌色，搁贴一领剑术，过来啊，搁一字袂晓。哦，咱感恩教育部吼。安尼替咱解决即寡遮尔深、遮尔学的字吼，遮尔深学的字啊。即个读做教，单字不成词，无义吼。教啊，就是背心吼啊，阮拢讲解啊，吊解啊吼，所以是教啊吼，吊教啊。背心无袖无领的上衣就是教。内加就是无袖内衣，吊加吊带背心吼。讲即个查某囡仔，敢若叫什么英，我煞袂记吼。伊悠然是穿迄双马靴，一身躯乌色，搁踏一领剑术夹。会记啲人叫伊英啊，吼英啊，剑术夹是啥物物件？当然假知啦吼，剑术假，毋捌听人安尼讲吼。人叫伊英啊，吼英啊爱身份倒伊行过大骹迄条暗沟啊，讲联邦党人暂请米伫咧捷运站的配电室，要等身份甲因做伙出去。等下，婚姻还伫头前。就是昨含我去大学区迄位，身份下声请英仔做伙转去头前的温泉室，英仔无应哦。迄英仔人薄板哦，手脚阁不止啊有黏力，身份要亮，要搁一字袂晓，我查者吼。
即字读做喷吼，喷喷就是翻滚、乱翻、践踏、胡乱挥霍吼，挣脱，拢叫做喷吼。身份要亮，要喷走，就走袂离吼。即马去救人，凡事犹会负，身份禁开，倒手搭去鬢边，要问分灵的代志，小可准一下，毋过刺擦的声改成带伫咧真深的所在，失煞，就是有个声失煞吼，来读原音失煞。迄个声毋是为顶头的车厢传来，伫头前。迄骹箱仔恁摕去啊，身份暗叫一声。莺仔顿低吼，顿低吼，额头影一个。啊，我查一下顿低顿低，即个腔口差是差伫倒位啊？顿第3调，低第1调，顿低。囡仔塞奶毋听话，顿低毋行吼。啊，顿低呢？伊嘛，大理大书店无收顿低，啊嘛无收腔口，别个腔口。我看教育部即马以下工腔做主流腔吼，我用顿低查看觅。哦，教育部就收顿低吼，暂停骹步，暂时停顿吼，顿低。啊，大理大书店讲个囡仔，阮囡仔你呐，塞奶啦吼，塞奶塞奶安怎？塞奶毋听话，顿低毋行，顿低毋行吼。大概对。莺仔顿低吼，额头影一个，再搁甲身份拖往前。野莺仔有找着，什么叫做野莺仔？还是假莺仔？遮掩迄个遮啊，遮莺仔就伊名嘛吼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啥意思啊？我看无啊。有找着吼，莺仔一支手刺戏方甲迄边的人汇报状况。我读到遮有一个感受啦吼，就是讲吼，当我音读袂出来时阵吼，其实我无法度理解，因为我不管迄个什么字啦吼，我若音读袂出，我根本就毋知到底什么意思吼，甚至迄句规句我都看无吼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对我来讲读白话字会较简单，或者是对一个拄则学台语的人，无，应该是讲对我来讲，读白话字较轻巧，就是讲，只要我甲音读出来，只要我音读会出来，我发音有法度通好准，好会出来，我就知影意思，因为我会晓讲即个语言，所以我只要音好会出来，差不多8-9声拢知影意思吼，即迄。差一声，迄就是迄个字我毋捌学过吼。但是恁知影少诶嘛吼，一般是我读诶音读出，我就拢知影意思。啊，有时我读袂出意思，是我音读发音发毋对去，或者是对啦，主要是发音发毋对。家己读几步毋知影迄啥物意思，就是迄音毋对吼。就简单就是音读袂出来，我就袂晓。啊，所以我读即个汉字版吼，我比读白话字版较痛苦。有阵字我读袂出声音，所以我毋知影意思吼。唉，可怜。好，食，所以这只我就毋知啥物意思。食莺仔，我毋知是音我读毋对还是安怎。有找着吼，莺仔一支手刺耳风，甲迄边的人汇报状况。
含迄边的人回报状况，所以这个耳风是耳风啦吼。伊是写耳风吼，耳仔的风，耳仔风，所以饲耳风含迄边的人回报状况，这是真好的翻译，真好的这个新作词啦吼。就是你莫用伤困难的字吼，你音读会出来，所以你就知影意思啊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读即个闽管白话，就是闽管台语，就是迄工秀子老师讲的迄个歌册有无？歌册一定来用共音字，所以我音我读会出来，因为伊有足简单的共音字吼，只有一寡有诶无台语字来做共音字，我一读出来，所以我知影意思，我无必要去要讲迄个汉字到底是啥物意思，根本对我来讲无意思，我只要知影音就好啊。这就是我在我的心内，我对闽管台语比对即个教育部即种台语搁较，我的评价搁较好，我对搁较，我认为是搁较好的吼，比即种教育部即种每一年啊，敢若就有学问的，哇！你问题是。就是你制造一种阶级啦，捌字阶级甲毋捌字阶级吼。你看闽管台语迄种歌谱迄种字，看起来足无学问的，迄根本吼，迄寡读有汉字啊，读过汉字啊，就看袂起迄种闽管台语，就看袂起即个歌谱的即个台语。认为讲汉字有白用，但是因无想到讲，为虾米迄寡有伊个方便的所在？即就咱像阮即种毋捌字的，则千感恩万感谢啦吼。无咯，各位个教育部教出来好学生哦，迄是足看袂起，我知影吼。我要说一个，就是我们贵教育部字啦吼，偏字的字嘿，迄种调碗哦，教育部为什么用迄个调，迄个连中文字，拢无得用？伊就讲学文讲，这个调碗其实是鸟啊吼。杯中远，看中远，吼杯中远，杯中管中远，伊个调我个调实在是，你看到你实在毋知安怎念俗。这就是我看袂起因吼，其实我一直拢完全无你暗看我对因的批评吼。真正是我感觉即个人读较歹去，就是讲为什么因遮爱制造迄种阶级感，遮爱去制造迄种你捌字我毋捌字迄种。优越感，我完全无法度通理解吼，尤其是用汉字来做即种代志吼，我实在是足看袂起的吼。讲实在吼，歹势今仔秀子老师无伫无，可能已经袂惯死我即种批评方法。我真正是足看袂起的吼。我相信恁听我伫读即种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伫心内已经干交毋知几偌遍啦吼。每一字我都干交一遍就对啦吼。好，来继续啦吼。新闻感觉伊讲甲特别细声吼，毋知是惊互警察发现，还是挑工无要互家己听清楚。新闻感觉伊讲甲特别细声，伊讲呀就是讲安尼我看有啦吼。因为迄个婴仔伊是饲即个耳风，你含对方你讲话嘛，汇报状况嘛，所以讲遮是婴仔啦吼，当然无写死啦吼，遮婴仔吼。遮爱小顿低一下，然后爱小停一下，然后爱顾到伫遮无连做伙看无嘛吼，尤其是写汉字要看有吼，因为汉字有意义嘛，每一字有炸的意义伫内底，你会想要甲连做伙去理解吼。好，遮是婴仔吼，遮婴仔有找着啊吼。新闻感觉伊讲一句讲甲特别细声，毋知是惊互警察发现吼，发现还是讲挑工无要互家己听清楚，即马带伊过去吼。好，第6趴，捷运站即头甲磅空三接的所在吼，停车照袂着吼，停车就是呢，敢若有啥物车。顶头有迄大趴顶咧照的吼，照明的。所以捷运站即头甲磅空三接的所在吼，停车照袂着。婴仔带身份跳起去月台顶，行入去电梯后壁的配电室吼，
内底无电火光吼，干那一粒硫仔灯吼，下大房间中央，身份闻着臭扑的气味吼。配电室有两道用孔骨力做的二涂骹一尺悬的平台，几个人影坐伫台仔顶。等下吼，我若读我心内一定若咧干叫拄则，我一直心内咧干叫的代志，因为我实在是手好艰苦的，我读即种安尼教学文的汉字，读啊足艰苦的吼。内底无电火光，干那我搁自头搁看吼。食文站即头甲磅空三接的所在，停车照袂着吼。婴仔带身份跳起去月台顶，行入去电梯后壁配电室，内底无电火光，干那一粒硫仔灯吼，下大房间中央。硫仔灯当然是会当想啦吼，就是一粒细细粒仔灯尔吼。我是毋知啥物叫硫仔灯啦吼。身份闻着臭扑的气味，配电室有两道用孔骨力做的二涂骹一尺悬的平台，两道吼，几个人影坐伫台仔顶。婴仔有人看到无？两撇喙手的声，光头摕伫墙边，恬恬无讲话。身份看起伊甲乌色破落衫脱起来，药水布。字我阁袂晓诶。咱着爱较谦卑诶吼，爱即个教育部学习，才能有学文诶汉字吼。钱吼，就做钱，我记得即个字敢若真像捌早过吼。钱就是钱释义吼，写汉字我嘛看无吼，就是共款写即个钱，搁一个蝎子的蝎子要安怎讲？起仔啦吼，钱吼，上平厚，下尖扁的木块，什么意思？上面是平平厚厚，下面尖尖扁扁的木块。用来塞在榫头缝隙中，使整个木质结构固定。塞挤用种子，这种塞个挤拢叫做挤啦吼。用种子榨油咪叫做挤吼。好，咱感恩教育部今仔日我阁学到一个汉字，叫做挤吼，就歹写哦。佮讲一个各位可能无法度没关系。我知影足侪人看到简体字足袂爽。好，我不爱讲啊，讲到遮就好。钱查对吼，药水布钱伫正边肩胛的空喙吼，即个光头着伤嘛吼。药水布钱伫正边肩胛的空喙。肺无阁漏啊！拍算联邦党，敢若因两人为车顶走出来哦。房间内阁有3个人是尾仔才出现的救兵。你当作我肉呆是？肉呆，这个词我毋捌听过，来我来查看下。肉呆，肉就是这个猪肉的肉吼。肉呆，这个词即摆有在用，就是用迄个单汉字，这个观点，人拢讲肉呆。你讲什么观点？我听无。有一个健身房的啊，吼，伊定定嘿，大家拢叫伊肉呆。安尼哦，我毋知影即个词呢，等下我查者。教育部无收肉呆啦吼，所以即个肉呆是咱台语科啊，大家通用的一个词。我看嘛，教育册台语。
台语无吼，所以即个肉呆是台语考啊，大家即嘛会晓安尼用啦吼。啊，但是无过数，感谢3年，你若无过数，我真正毋知肉呆什么意思吼。大家对，你当做我肉呆心吼，用啊尻川转落去台仔顶吼，台顶吼，当做我肉呆心。所以肉呆就是汉草诚好啊，但是看戆推即种人吼。用啊尻川转落去台顶吼，喘大气。出去的路找好啊未？阮是按2号门入来，遐人上少上近，看敢有法度变互过。这什么人讲的？这是用啊讲的嘛？毋知吼，咱继续看。袂用伫，搁一群人按遐入来，2撇喙手甲随身仔的画面吼，投影伫咧涂骹内底是捷运站的监视系统吼。分做几若个卫坑吼，啦吼。五台的电北歹去，我毋知因会行倒一条路过来。身份也坐去台顶，近看才发现，空谷里平台四边拢有铁棍捅出来，壁顶也有螺丝孔。想来是过开的时，有人甲遮的电机拢拆去卖啊。身份甲规间配电室，搁了解。我看卖即个是安怎读？第5、第6。第6，目睭眼睛快速扫过，瞄一下的意思，叫做6。OK， 6。当然，我想这是照例啦吼，因为这里应该是读了尔，无你读6，我查者吼。甘字点6，有啦，甘字点有6吼，6一个吼，就是做一个活过来看意思。读到倒位？身份甲规间配电室搁6个，才赢着2撇喙手后壁迄骹乌色箱仔。趁即阵证人活去看地图，身份坐去2撇喙手的身边，假无意要看路，手即字我阁袂晓诶，这是读出叶的款吼，手压伫骹只后吼，应该是。我是对顶的字去摇一字啦，这字其实我读袂出来吼。读出叶吼 ，IAP， 就是藏遮掩吼，暗藏吼，叫做叶吼，叶吼，头叶吼。所以手压伫就是遮掩。藏嘛，掩藏，手压伫骹只后，有影是共迄骹箱仔。即摆伊袂捌拍开，就听见内底的声。啊！你出去了后，头一件代志要创啥？这是内底讲的一句话，伊听着吼，身份了解啊。联邦党是用即道石青做家私，咧甲家己监听。是安怎即道物件也会参伊的试测三印声咧？
过来两撇喙手讲吼，夭寿第四大队来，第四大队也来。石门站内底即马尚无50个警察，两撇喙手会认得啦入来迄阵阵警察吼，两撇喙手会认得入来迄阵警察警驾的飘头。照讲，保安总队第四大队的管区伫国防研究院，毋知啥事去启动着因。恁走甲2号门爱开表，光头雄雄徛起身，一支蜡枪响咧。这个响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嘛是伊这个兄是写拼音啦，写罗马字，HIANN。我所知的兄就是丝带，但是兄衫吼，这种兄。除了衫，我毋知啥物物件佫当兄吼，布料之类的啦吼。兄丢衫吼，丢衫嘛会使吼。HIANN H 警察提灰豆。对。为什么我即马拍字拍袂出来 ？HIANNH 吼，兄，变啥人？我拍 HIAN 的系统会家己跳对 HIA 哦，因为我即马伊去用着白话字啊，我明明着用英语啊。ANNH HIANNH 兄吼，除了昨迄个打兄迄个兄吼，佮用协 A 叶得行吼，用协 A 兄得叶得行，用斜下夹着走吼，用协 A 叶咧行，就叫做兄吼。衫会当兄嘛吼，啊，我就讲丢衫啦，还是兄茶吼，柴火啦吼，等等嘛，会使用协 A 叶咧行吼，这就是兄吼。伊嘛会使做左手术，就是一兄两兄吼，一兄茶，两兄摊啊吼。所以一支蜡枪响咧，应该就是拄则讲的，敢若响茶安尼啦，响即个蜡枪吼。响蜡枪要创啥呢？要行对门口出去。你经过一空遐大空，是要安怎甲人拍？吼，两撇喙手叫光头万请死吼。我会当甲石门站的电切起来，咱让芳出去。用啊，爱叫党的迄边加派人过来。无咱走袂出去，等会去啊！情报站互因拍入去，迄阵阮拄好伫外口，10分钟进前，大区遐都无消息啦。所以即个等会去也是去领便当啊，去卖鸭卵啊。用啊讲煞规间配电室就安尼点去。光头徛伫门边，含英仔做伙过来，迄几个联邦党人嘛做伙过来，迄几个联邦党人嘛倒伊要出去。月台顶停车的光线为门旁下底翸入来，停车咧闪动，警察念伊会顺对即边，两撇喙手头咧咧，伊甲光头两个人出性命为车厢拼过来。无义务路尾，也是要互总机关维持伫遮。出去正手边的通风井有楼梯，大家先起去。我爱，这是读这题哦。我爱摕这转去温泉室影一个，这个我查一下吼，这是汉字。
歹势，应该查上高级的吼，上有水准的教育部的吼，查对。他说 K 吼 K 呢，这个音呢，其实我捌，我自细汉无安尼讲啦吼。我是听着阮即个对南部起来的即个大动创的音讲 K， 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有人讲 K 即个音吼，我是袂讲 K 啦吼 ，K 就是 take 吼，拿取获得。然后比较高级，阮用英语版的，阮讲 take 吼，因这较落伍，就用讲 K 吼，啊，佫会晓写汉字吼，写甲即四角字。我爱摕转去。我爱摕这转去温泉色影一下吼，啊，阮讲我爱摕这啦，我袂讲 K 啦吼。OK， 我即句我搁念一遍吼。出去正手边的通风井有楼梯，大家先起，我爱摕这吼，转去温泉色影一下吼。众人越头一个看，身份甲五金箱内底物件放伫手心。涂骹的溜仔顶甲随身啊，拢无各样，总是有一层海暗，搭伫规间配电室吼，总是有一层海暗，搭伫规间配电室。敢毋是画面内底无看见遐有路通到地面，毋过边仔的平面图成实是边仔的平面图成实伫配电室正边隔两堵壁，20公尺的所在，阁为一间楼梯间。两撇喙手跳起来，冲到新婚面头前，甲伊手头的物件拔过去。毋知偌侪联邦的兄弟姊妹为着即道关坑无转来，你知无？关坑啦，伊用即个 quotation mark 吼。关坑，毋知啥物物件吼。关坑就是画框吧，我咧摇啦吼。互你摕，我知啊，你就是总机关放入来的头仔就是应该是迄个渗透嘛吼，头仔，搁要骗阮出去吼。光头讲毋是伊，若身份正经是头仔。若身份正经是头仔吼，都光头敢若讲毋是伊啦吼，后壁这毋是讲的讲，这是小说的即个文吼，本文讲，若身份正经是头仔，颠倒爱叫因踮伫配电室内底等警察来抓。好，下底即句是毋知啥讲的，讲咱搁找别条路，上无袂当甲物件白白送互警察。两撇喙手直直去，即个是拄则迄个体吗？毋是，带吼，带。两撇喙手直直去带家己的喙手，搁咧看地图，袂输家己加溜一摆，就会当找到新的路。喂，你摕关坑要创啥物？婴仔问陈新婚，讲你摕这要创啥物吼？关坑。内底改成有我伫发电所讲话录音，试测会含即道物件三印声。话讲了，身份煞感到一阵涩油有的气味，目屎为过交骨甲片岛中间随落来。目屎为过交骨，啥物叫过交骨？我为虾米足尊重因闽南语吼，就是安尼。闽南语就是一种足爱制作家己的一种语言吼，上爱制作家己的吼，过交骨吼。所以我对闽南语充满着尊重的即个心吼，犹如在
滔滔江水吼，各高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教育部吼非常介意这个闽南语吼，这个伫中华民国的各位的这个南洋的朋友吼，一寡高级人吼，嘛是足爱闽南语吼，各高骨。各高骨无呢吼，但即个教育部即马才闹开吼，无即个啦吼。各高骨应该阁是但这家己制作的一个书吼，咱阁甲我这都毋是讲，我这毋是反反串，这是台语要安怎讲？我是真正我一直讲，足鼓励大家做新书吼。反串台语是要安怎表达了啊？反串倒班 ，OK， 这是册台语，敢若有修这两个吼，一个反串，一个倒班，就是一个是直接反，好，咱直接反串吼。等我咧即个学了，但这家己制作一寡新书的时阵，我真正是学了吼，我这是真正学了啦吼，无迄个歹意思吼，咱误会吼。各高，但是我毋知啥物各高骨吼，目屎为各高骨甲片刀中间垂落来，各高骨，所以是颧骨咯。我查一下颧骨，看一般人安怎讲？册台语，颧骨哦，册台语颧骨读做哦，我歹势啦，因为我读惯势读各高吼，是过高啦吼。1973 Embry 大英书顶有首过高骨吼，过高骨 cheekbones 就是颧骨吼，过高骨吼，我这是我的腔口啦吼，过高骨。好，或者是起高骨，有人讲起高髁面骨吼，髁面骨，喙皮骨吼，过高骨，片刀，过来是片刀。但是我拄则用过高骨汉字去查教育部，伊无收吼。片刀，鼻刀是鼻柱吼的鼻梁啦吼，叫做片刀吼。片刀剑，什么意思？鼻梁。尖薄尖安尼啦吼，片刀剑吼，片刀好，今仔了解吼。但这小耍真正是有意思，我直接真正学这侪书哦，我真正拢毋捌学过吼。这像过高骨啦、片刀吼，这我拢袂晓，你看。好，目屎为过高骨甲片刀中间垂落来吼，配电色若像平拄者，搁较暗。这里我阁袂晓，这里看过啦，之前看过几摆，看过几摆我袂记。参与暗散吼，暗散通常形容地方阴森森的，叫做暗散吼。暗散病就是隐疾难以启齿的病吼，暗散病吼。伊拢今仔日学着吼，这感谢蛋姐吼。那互我学新词吼，就是家己做的新词啦，嘛互我学古词吼。咱伫咧台里大书店拢查会到一寡古词吼。暗散病吼，我拄则毋是用台里大书店，我查者台里大书暗散，因为写汉字啦，所以我毋知影要安怎查迄音。第三条
暗，第三条散，第三条暗散吼，大家大书顶有修吼，暗散就是阴暗吼，暗散所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阴部啦吼，暗散所在。暗散边，拄则讲暗散边就是难以启齿的边嘛，阴肌嘛，阴部的边，这是大理大书顶修吼，阴部的边叫暗散边，吼，就是性病啦吼，直接安尼讲啦，暗散边吼，无一定性病啦，就是你即部阴部的边啦吼，暗散所在吼。哺乳病。对，各种阴部的边吼，叫做暗散边吼。我今仔日学着啦吼，真容拢毋捌听人安尼讲吼。毋是讲毋捌听人讲袂使讲，我一再强调吼，绝对毋是安尼吼。会使安尼讲，绝对爱安尼讲吼，暗散边吼。听着的人自然就对伊来讲，就毋是毋捌听人安尼讲。伊讲啊，我自细汉就听人安尼讲吼。啊是啊，我听我听迄个阿冠啊，迄个足臭屁的迄阿冠吼，我听安尼讲吼。好 ，OK，OK， 配电色吼，若像平拄则搁较暗散，拄去出去的路，拄则伊搁有问分灵的代志，见拜问起拢是歹结掉。看下时间，搁剩10分钟，继续搁读落。咱差不多每一课吼，差不多读每一点钟，差不多读一页吼，即页数一页。所以咱算看嘛，46页，46页减差不多16页，剩30页，差不多搁30天，咱一礼拜读4天吼，所以等于是差不多30天，差不多7礼拜。我意思就是讲，差不多2个月吼，2个月会使读煞吼。即嘛是8个月要开始啊嘛吼，8个9个吼，但可能要读到10个啦吼。OK， 所以这本书咱按算差不多10个月先读煞吼。过来就读后一本吼，所以互大家知影一下吼。好，来，过来，这句毋知啥讲的，伊讲。关腔爱用非正区的机器才听有，听讲总机关也有人咧研究安怎来解破关腔。关腔就是观望的观吼，框画框的框啊，关腔。婴仔摇车头，是哦，这是婴仔讲的吼。新婚伊毋知影家己咧讲啥物，这是新婚讲的吼。若照我的，咱着趁警，若照我的，咱着趁警察还未自集好势，行铁路出去。阮无意见。3个倒营仔过来，3个倒营仔过来救兵，手插过，看光头，这是插过吧？咱昨昏还是昨日才早过的，我阁袂记啊。手叉腰啦吼。插过吼，插过，三个倒营仔过来救兵吼，手插过看光头，光头用着光头用着伤迄支手甲拉枪花咧，这是花吧？换着，光头用着伤迄支手甲拉枪花咧，我又阁袂记啊！欺人太甚，迄个甚吼，边仔一个徛身边，心嘛是应该是心嘛吼。心，沉思保持不动的姿态，心哈。光头用相机光头用着伤迄支手甲拉青花咧，心一时才开喙，心嘛吼，
我变调，变第三条。毋是，哦对，173吼，对，第7条变第3条吼。心一时才开喙吼。所以心一时就是若顿甜嘛吼。行通风醒较有理。光头讲的吼。两撇喙手无出声，甲光头银，还是这里搁看一下吼，我毋知要读啥物。银，银，哦，两撇喙手无出声，甲光头银，搁转对鹰仔迄边。尾仔才甲关孔交互身份，阮伫楼顶袂等你哦。这个是啥讲的？尸体我毋知啥讲的吼。尸体一个，塑胶锁啊2条，运转台两边的门拢无锁掉。杨灵师额头下过门口的血痕吼，痕迹迄个痕，血痕，甲村的。酒伫高台顶的人拢叫过来，杨灵师去平伫边仔放行李的铁，excuse me， 铁架啊，吼，平伫铁架啊，随身啊找出来，半点前进前，等下吼，这里是车吗？巡吼，搜寻的寻吼，边仔搁一个徛手柄吼。我都毋知即个什么意思吼。伊寻搁加一个徛手柄，就较有学问嘛。哦，吟啦。吟。哦，吟啦吼 ，OK， 吟。吟就是掏出来了吼，吟。我查一下即个甘利电有即个。无啦吼，甘利电无即字吼，即字比甘利电的用字更较有学问吼。我看大理大书店用对一个汉字，第5条。大理大书店汉字是用即个搜寻迄个寻吼，读做吟吼。汉字叫做共音字吼，后来为着要安怎区别，就是要，互你，要安怎讲伊就是调工，比如讲加一个提手柄，其实两字是共意思吼。好啦，继续咱继续看咧吼。随身啊，杨灵师平伫咧铁架啊吼，行李边仔放行李的铁架啊，随身啊吟出来。半点钟进前，大学区遐讲长着23个联邦党的，这是长嘛？这个含拄则迄个长是共一个长哟。我连汉字都袂认。藏 OK， 藏，藏。若我较早听到，毋是读第2条吼，是读第1条。但是第1条大理大书店无即个意思吼。我讲嘛，藏有掠着的意思吗？第二，敢若菜头伫根发真侪叶，叫做长。第2，稻草或者是一般草啊，白树。第3是树。第4是控制掌管。第5是除断。控制掌管，比如讲，例句，家好伊咧长，公司伊咧长头，吼，就是 handle control 嘛，吼。所以长。陈述、陈捆，统合，
不得要领。OK， 所以即只用藏，伊讲大学区遐讲藏着23个联邦党的吼，就是抓到嘛吼，藏着。我查一下藏字，因为我讲我自细汉听到的是第一条的藏，讲去有警察藏着。OK， 找台语内底吼，台华线顶书店有赃，就是捉、捕获、逮到吼。赃或者是全民台语认证语词分级宝典，但是也算呀。找台语情报书店逮捕吼赃，过来是一堆凶器武器，过来反正就是赃就是逮到了吼，但是一般。一个台语大书店，监你啥各种字典拢无收，是台语较晚近的发展所生出来一个词吼，叫做赃。我自细汉就听人讲赃吼，所以大学区遐讲赃着23个联邦党的，我安尼读起来我会感觉较顺啦吼。读赃我感觉怪怪吼。可乐会社甲后边车厢的人无算在内。只干那6个，有人为车厢走出去，尸体搬去外口吼。第4大队连面来点算，机关返了后，杨灵书就毋捌阁主持遮大的任务啊。即回摕到总理的行政命令，第5大队、第4大队、第1机动中队、甲边管巡查队。巡查队拢在伊车检前后2站，甲大学区专有保安警察咧把守吼，要甲淡水市的联邦党甲相关组织剿灭。联邦要阁透入来，也爱费半冬的时间吼。死到总机关的新式武装拢都召备。通好进军啊，进军吼，通好进军啊！停车长暗，搁回光1秒内的代志吼。长暗搁回光就是暗掉又再亮起来嘛吼，叫长暗搁回光1秒内的代志。好，啥人还伫遐，杨灵书叫警员出去车厢看详细吼。副大队长。遮电路久无保养，咱阁插3台停车拍算，讲到遮，下骹手一个中队长来伊鬼色，杨灵书出一支镜头爱伊点去，呼机撒起来去甲守伫个捷运站出入口的人问话，702，遮副大，楼顶有啥物蹊跷无？蹊跷啦吼，应该是读蹊跷啦吼，无人应声。骹只起加盐，杨灵书知影有联邦党的救兵入来。联邦党救兵啊！早2个词，一个是蹊跷吼，用教部的书典，蹊跷，头做蹊跷吼。就是怪异、违背常情、挑毛病、狡猾，拢叫做蹊跷吼。楼顶有啥物蹊跷无吼？楼顶有啥物怪事？有什么异动无吼？有啥物奇怪无？702加副大，楼顶有啥物蹊跷无？无人应声，骹只起加盐，加盐用罗马字吼，加盐。加盐教部无收，台语大书店加盐，好，台语大书店收加盐吼，加盐汉字写加减的加啦，乌音天的音吼，加盐，感觉寒的时起加仑笋叫做加盐吼，所以骹只起加盐。杨灵书知影有联邦党的救兵入来，
好，咱读到遮吼，第16甲17啊中间 ，OK。今仔日即礼拜最后一天了吼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吼。若有拄着新词、古词、袂晓的词吼，咱总是停落来学啦吼。这不要紧，咱无咧赶时间吼，逐头读，逐头学吼，上重要是要有学着物件吼。好，我咧看笔记吼。站就是我拄则讲量吼，量吼，量站称目家剑术家战士吼。因为我拄则看伊的汉字是写战术吼，战略战术迄个战术，但是你讲剑术家，我就感觉读起来就较符合即个衫的感觉啦。剑术家嘛，就是足侪迄种，尤其是罗马兵吼，因为拢会穿迄种剑术家吼。这是一看迄个词就知影意思吼。喷顿丁吼，十煎吼，肉呆。自细汉就咧讲肉呆哦，我毋知呢吼，这马文讲的吼。大可不理呆，毋当安尼甲讲啦吼。这是闽南语吼，这毋是台语吼，这闽南语。闽南语就真实会安尼讲吼。上爱制作阶级优越感的，就是闽南语吼。你知影这种身材这种歧视吼，伫台湾足严重的，你知无？足严重的，非常的严重。我真正感受着足严重的严重。好，我无爱讲啊！我本来想要提一个例，但是无爱讲啊。我要讲的毋是台湾啊，我要讲的是伫美国遮人大箍的，人足有自信，人搁心足有自信，足快乐的吼。好，六嘛要六一个吼，就知影吼。偷业，兄三兄茶吼。甲代志兄出啊，兄出来啦吼，甲代志兄出来，这是马文的意思。马文提供的吼，甲代志兄出来，就是把事情的实情泄露出来了吼。三年这个 YouTube 我毋知迄啥物件，恁各位再去看吼。就是体啦吼，头啊，搁做，搁有一寡特殊的用法，做灶、做逼、鸟啊做寿、芳做蜜、甲做制作木工家具、五做古早基层的即个验尸官吼，细做是头啊，奸细吼，奸细叫做细做吼。暗杀、假扮吼。我讲反串嘛，假扮吼，乔装、变装吼，严装、反串嘛吼，乔装，用咧歹人定定假扮做好人来害大家吼，就是假扮嘛吼。第二，现代社会真诶较需严装诶吼，真诶较需假扮的吼，较需反串的吼。现代社会真诶较需严装诶吼，咱目睭爱提较大蕊的吼。第三个例句，含人伫网络利剑吼，我军爱先大回头，并头品明是假扮的吼，也无会互家己人变甲老血老地吼，假扮吼。
插过吼，花梨花饼，花梨花饼，花梨花饼无啥物无过色吼，这什么意思？心就是讲遮顿甜一个吼，沉思保持不动的姿态叫心吼。例句，伊心规步拢无讲话吼，所以顿甜是一个啊尔吼，但是心一个是一个啊吼。哦，长头。藏啊，藏哦，无共汉字啦吼。啥呢？甲藏甲张两字汉字分开写吼，各位学一个吼，遮尔困难的汉字，我学袂起来吼。我后一回看了，我是真正毋知影读。藏甲张吼，张我拄则讲逮到捉到吼，所以这两字其实是无共字啦吼。我感觉但这是用对去吼。好，技巧。剑术家啦吼，我感觉我感觉是剑术，对马文写这是即个小说内底写剑术家，但是我读过感觉怪怪，是写啥吼？剑术家就是罗马剑术咧穿的迄种家吼，就容易明白讲是伫讲啥吼。好，已经超过10分钟了吼，咱今日咧读到遮吼，感谢芭比、珊妮、玉文、马文吼，然后甲吉米欢迎吼。咱每一工拢新朋友拢无共啊，换来换去吼。看起来是毋知是即篇小说写了无好，还是我读了无好啊？留袂着人。好，感谢各位吼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啊，即礼拜过来读出诗线吼。对。好 ，OK。芭比有啥物代志无？无吼 ，OK， 好。已经开课。好，安尼感谢各位，开房。多谢大家。